香港麥當勞喺2023年創飲食業嘅先河，開辦咗管理發展專業文憑資歷架構第5級。我哋嘅成功主要嚟自於以下嘅關鍵因素。第一，我哋喺計劃初期就設定咗清晰明確嘅目標，貫徹機會盡在麥當勞嘅人才理念，希望課程可以訓練未來嘅領導人才。第二，我哋都持續收集意見，改進我哋嘅課程，去符合政府資歷架構嘅標準同需求，加強認受性。而最後，我哋成功離唔開團隊嘅共同努力。我哋為咗呢個培訓課程投放咗大量嘅資源，跨部門合作，每位成員都喺各自嘅領域之中發揮關鍵嘅作用。呢個課程嘅獨特之處，在於我哋根據業務嘅需求同埋學員嘅背景嚟量身打造課程。內容圍繞餐廳管理專業，涵蓋咗7個單元，每個單元都設有考核作為評估用途，確保學員能夠獲得實用嘅技能。另外，我哋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，學員通過實際案例應用所學嘅知識。除咗課堂教學，我哋仲提供持續嘅支持同埋評估，幫助學員喺過程當中不斷進步。針對 Gen Z 員工，我哋考慮過佢哋嘅特點同需求嚟設計課程，吸引佢哋參加培訓。我哋亦都為課程加入咗適當嘅彈性，提供在線學習選項，方便學員靈活規劃佢哋嘅學習時間。課程亦都可以俾員工一邊返工賺取薪金同埋經驗，一邊免費進修，獲得專業嘅認可資格。課程設計融入咗好多互動嘅元素，例如有小組討論同埋實時嘅反饋，提高參與度同埋學習嘅效果。我哋亦都利用咗最新嘅科技同埋學習工具，增強學習嘅體驗。例如使用咗多媒體嘅資源同埋模擬嘅軟件，令到學習嘅過程更加生動有趣。課程開辦至今，我哋已經有接近超過250位餐廳總經理成功完成課程，獲得資歷架構第5級，相當於學士學位嘅資歷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課程提升員工嘅專業能力之餘，亦都期望打破大眾對於麥當勞員工嘅固有印象。因為無論嚟自唔同嘅背景，擁有唔同嘅學歷程度，同樣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邁向成功，獲得專業嘅認可資歷，亦都提升餐飲服務業嘅認受性同專業性。2025年度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獎現正接受報名，一齊展示你嘅培訓同發展計劃，快啲報名啦！